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就想谈一些在我做小丑的日子里面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。好，今天我想讲的是现在的小孩子哦，你看他大概是10岁了，还没有到中学，10岁大概这样子，他开始懂什么叫做抗议。哇，我跟你们讲，真的是我完全意想不到。当时候我做气球的时候，我那个小孩子要求要粉红色，这样子我就大概是捉弄他。当时我是捉弄他，做一个黄色给他，然后其中另外一个小孩子他做领头羊，他讲我们抗议，我们要粉红色，抗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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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有时我在想你们到底懂什么叫抗议吗？这个完全跟你讲想象不到。所以现在的小孩子真的是，我们广东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，叫做古灵精怪啊。